生活宝贝啊，咱要来关心海洋资源的议题。渔业署伫去年修法规定，8月到12月底是禁止渔船掠抱卵的金仔。今年这规定是搁较严格，若准看到这个金仔的腹肚迄块壳无伫咧，也袂使卖。这是惊生理人甲有卵的部分剥落来，硬要卖。 人客来啊，万里古坑渔港的大商真心实地介绍渔产，亲像遮侪人客都是为着抱卵的万里进来的。但是大商嘛讲，即马来源是愈来愈少啊，越来越小，而且单价越来越高，因为野生的螃蟹真的越抓越少。 因为之前也都没有保育，很小只，一点点，然后爆蛋的母蟹都在吃。为着让渔业资源会当永续，渔业署规定讲，当年8月到12月底禁止渔船去掠抱卵的母禽。去年第一摆实施了后，发现讲有一寡乌级的店家伫遐卵芳，批号的鱼池啊，四界拢看到红蛋条的卵，伊只要无伫金仔身躯顶看到卵，就会当卖啊。因为安尼今年佫规定讲，干卵摕掉这种金仔共款袂当卖。去年规定以后那个抱卵母蟹不能捕捞嘛，可是，在市面上看到有一些把护甲剥离了，我们就把那个说你抓起来不能有剥离的问题。渔民他对资源保护的一些概念，或者是新一代的渔民上来，其实他有一些概念，他是本身就有了，所以说。 有一些渔民他已经逐渐接受了，因为违规的上悬爱罚15万。万里区的渔会强调讲，虽然讲渔民和大商的收入是受到影响，但是战胜海洋爱保育，因拢愿意配合。因为这个问题很具体，人类也会怀孕，我们身边养的动物也会怀孕。那螃蟹怀孕不应该抓，其实大家很容易感同身受啦。 当初伫网络发声，希望让民众注意到抱卵母亲的保育。即卖学者对这项保育政策是感觉真安慰，甚至认为讲进步的时间要延长。渔业署是强调讲会不定期去稽查，把相关的规定做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